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4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今日新增加82363个本土病例，42个人死亡，内底包括一个10多岁囡仔，因为当前出现脑炎。黄生科方面，我近台湾气象局表示，对下晡开始，各地拢爱细致上大雨。美国总统拜登讲，中国若侵犯台湾，美国会用武力保护台湾，引起讨论。北京虽澄清，美国政策无改变。节目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是新增加82363个本土病例，42个人死亡，内底包括一个10多岁囡仔，因为当前冒出现脑炎。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会开放各县市会当替5岁至11岁囡仔做头一档儿童辉瑞预防射。啊，那12岁至17岁少年家会当做第3档。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伫头拄啊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新确诊的本土病例有82363个啊，那这个数字的话，那当然是比我们假日的时间稍微来多一些，但是跟我们上个礼拜4、礼拜5的数字哈也是差不多。那境外移入的有72位。啊，死亡的个案有42个哈，42位确诊的死亡个案哦，其中39位有慢性病史，那16位是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 COVID-19 疫苗，那年龄超过80岁的有超过一半哦，有22位。10岁的男童哦，是我们在5月22号的时候公布过的一例儿童重症脑炎的一个个案哈，后来还是合并这个多重器官衰竭哈的情形哈，所以不幸在5月18号的时候不治往生哈。陆陆续续每一个县市不太一样，好，从5月25号起，好，那不管是满5岁到11岁的，或满12岁到17岁的。哈，这个 Pfizer 哈 BioNTech 的疫苗哈，都会陆陆续续来开打。5月底要到16万，哦，我的看法都比这个稍微低一点点了哈。不过今天虽然又增加了一些嘛哈，今天大概比昨天增加了24%，那中间当然有高高低低，可能有假日的一个关系。不过看起来整体的趋势哦是比较相对是平稳的，不过成长是哈再往上走是一定会的了。即阵咱的本土疫情也伫滚价，昨昏高雄的病例已经坐过台北。有专家就表示讲，这代表南北的疫情差不多，风险甲爱注意的代志拢共款。啊，那中南部因为坐伙人较济，所以老人甲长照中心拢爱特别注意。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拖烧，不过北部甲中南部的确诊曲线煞出现黄金交叉。2、3摆以高雄增加确诊，头一摆超过8起，全台增加6万多例本土病例。地处有专家表示，这代表全台疫情已经到港部。不过是烦恼的是，中南部老人的人口较济，长照机构的检点管控也要注意，才会当降低得病了后重症加死亡风险。如果疫情转到中南部的话呢，就是要留意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国民。尽量不要被感染，感染以后尽量早一点能够吃到药。尤其是长照机构，因为长照机构的感控呢，通常是没有办法做得像医院这么严格的。另外，本土疫情严重，得病的人除了成人，也包括10岁以下的囡仔。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目前累计14个儿童的重症中，有6例是并发脑炎。有医师分析，当啊病毒71型并发脑炎重症，病程大约3、4天。不过新冠肺炎并发脑炎速度真紧，一旦讲发病迄天就出现明目性脑炎，原因也有待研究。肠病毒71型重症的时候，它大概是在那个发病以后3、4天左右，那个最容易出现重症的一个风险。那我们看最近的新冠呢，它也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它开始生病以后，可能会不会是经由神经跑到脑部去？这个是以后还需要做研究去澄清的。专家提醒家长，厝内若有无满5岁囡仔，尽量减少出席无必要的社交活动。大人囡仔拢爱做好卫生防护。厝中成员会当注意疫苗，就爱赶紧去注意疫苗。那囡仔发烧超过41度，出现意识无清，会带定重症，就爱随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
老人是高风险族群，若无预防下通住的细汉囡仔嘛共款。毋过即马有好消息，好消息是辉瑞药厂甲 BNT 公司昨昏发出声明，表示因做的预防下，对6个月大红婴仔到5岁的细汉囡仔，拢会当注3筒，而且是安全嘛有效果的，保护力有8成。1, 2, 3。甲囡仔做辉瑞 BNT 相关疫苗，这是2间公司对6个月到5岁以下囡仔做3剂疫苗的临床实验。一寡注射囡仔因的家长讲，真希望囡仔会当赶紧做疫苗。You know, COVID is a real risk to younger children. We don't know about long-term risks, and that, as a mother, is what sticks in the back of my mind. So, as we learn more and more about potential long-term risks of COVID for children, I would just like t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m getting severely ill or having these long-term effects. 美国有1800万5岁以下囡仔是唯一也无资格做新冠疫苗的族群，家长拢真担心。辉瑞药厂甲 BNT 生技公司23发声明讲，因生产的新冠疫苗甲1600位6个月到5岁以下囡仔注3剂，每一剂3微克。结果发现疫苗保護率有到80%，已經把這個資料送予美國 FDA， 會喺咧6月15日會議進行審查。Pfizer BioNTech announced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their trial of the Pfizer COVID-19 vaccine for children 6 months to 5 years of age, showing that the vaccine was safe, induced high levels of antibodies, and provided 80% protection against symptomatic illness. 不過，一個其他的專家講，這份報告是自7天了的資料。若是要講3劑疫苗佇咧幾個月內，或者是1年內的表現情形，抑個上早。FDA 也將會佇咧6月14討論為5歲以上學齡的囡仔做半頓疫苗的使用核准。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輯。高雄有一個醫生，伊去畫到伊食抗病毒的藥啊，隨產生副作用。伊講喙的感覺苦苦澀澀，伊尾也是食甜的才改善。另外副作用包括講會走白，嘛想要吐。嚴過這抗病毒的藥啊，一個療程是愛食5天，而且愛食到透。伊是建議講，準講副作用傷過艱苦，愛甲醫生講，袂使家己大煮大意停藥。疫情严重，互第一線醫護嘛陸續確診。高雄一個知名醫師最近確診，因為超過65歲，符合抗病毒藥啊使用條件，目前已經食帕沙洛維2天，雖然無出現較接看到的落屎、頭等副作用，但喙內底常常感覺苦澀。醫生表示，有袂少患者嘛反映食藥啊了出現同款的狀況，但會使食甜的緩解。這個我們叫非特異性啦。但是這個藥會真的會有一半的人會覺得嘴巴的感覺是怪怪的，但是我是覺得還是要吃啊，吃了我們就可以，因為我們還是有100個19個人連1劑疫苗都沒有打嘛。根據研究，帕沙洛維要達成上大的效果，愛食完5公分的藥啊，就算症狀已經緩解，同款愛食完。帕沙洛維的副作用包括味覺改變、還有落屎、甲吐等等。醫生建議，若副作用傷強，人無爽快，會使甲醫生講，由醫生評估，袂使家己停藥啊。Paxlovid 有個問題，就是說因為它在肝裡代謝，它會影響很多在肝跟腎代謝的一些平常在吃的藥物，有如抗凝血劑，會影響我們其他吃的藥的血液濃度，造成這些藥在我們身體裡造成更多其他的副作用跟危險。早期治療用藥啊，雖然會使降低中重症的可能性，但醫生嘛提醒，帕沙洛維甲真濟藥啊會交互作用，所以請醫生評估開藥啊進前。患者特別是有慢性病當地用藥的人，上好詳細講出過去病史甲用藥的狀況，確保抗病毒藥啊袂對身體造成其他危害。記者陳環宇、面交關高雄報道。在地上大條來關心花蓮，即馬病例數愈來愈濟，即馬一寡大病院的急診室人攏可靠，救護車嘛唔知影要甲病人送去倒位。花蓮即馬醫療量能敢有夠，嘛引起外界關心。救護車在確診的中重症民眾去病急診，不過每一間病的急診室攏滿啊。救護人員一直甲指揮中心聯絡，要還是甲病人送到上瓦郡的病院。本局每天受理的救護勤務的急救量，大概每天都是在平均60件左右，但是昨天報稅到80件。5月份我們的確診患者求救119的數量呢，高達450件，這相當於是今年第一季3個月總量的10倍。這種情形發生在23日到4點，花蓮4大病院同時攏有一般急救加新冠確診的民眾。
验过认为收确诊病人的大床人数伤多，才造成无法度搁再收。来讲的话，我们这种分流哈，希望这个病人如果不是那么紧急，其他医院可以收，这种都是暂时状态。其实这个制度一直都有，而且限定2个小时，2个小时就会解除。但昨天下午因为比较紧绷，所以2个小时没办法解除。发言官卫生局强调，昨急诊患者大部分也是一般急救，医疗量能也够有够。目前来讲，这些个案应该都不属于我们的所谓的新冠病毒的个案。那新冠病毒个案其实它在确诊之后，在住院的这条路径上，那目前都通畅。不过，对消防局所提供的资料来看，花莲的确诊急救不完数确实有增加真多，每一间急诊的医护人员拢伫咧斗3工收治确诊病人，造成一般急诊的量能下降，所以各间病正容易就启动分流，而且分流的情形会愈来愈明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有一个卖早顿的头家娘，红豆讲伊店内环境垃圾。警察警官去到位，才发现讲去挖到的头家娘，伊人乃伫店内。伊是指伊去挖到的爱休7天，今仔日就还袂自白咧。台中市的卫生局即马嘛要调查，相关会罚款30万。台中市北区一间知名的早顿店，一透早无营业，业者因为向投诉环境真垃圾，卫生局23号前往稽查，所发现早顿店的头家娘是确诊机照的个案，擅自离开徛家出现伫咧早顿店。头家娘承认家己确诊，但是伊强调是因为早顿店就伫咧徛家边啊。迄一天因为卫生局来稽查，伊听到声音才行出门口关心。我无现场回来，就讲我咧做生意，你讲我现场回来就做生意，我无违讲，我都没有，我就这样跑出去，他站在那里呀，在那个阿伯那再过去一点点的，你得做紧张讲啊什么事情？我就这样跑出去，我没有戴口罩，那都很苦谁哦？原讲收好啊，是讲那看无代无就3个人来因家，讲。要去休，要去楼顶休困啊！伊无出做啦吼。伊讲安尼无代无志啥，伊走出来啦。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早顿店头家娘5月21号已经 PCR 确诊，23号由原伫咧居家照护期间，依法袂当离开居照的指定处所。后续会等确诊个案改革了后，定序意见。若是调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事实，会处6万块以上30万块以下的罚款。他是确诊者，他就是应该是要在家居家隔离，会做相关的一个查证厘清，确实假若有违反我们传染病防治法的话，那我们就会依规裁罚。另外，卫生局稽查发现，早顿店的仓库甲前台的涂骹无清气，部分的食材也无砍挂，已经要求限期改善。若是后续来检查，犹原无合格，会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6万块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业者对卫生问题造成社会观感无好，感觉抱歉，表示后续会依规定来改善。记者台中报道。台北市的高中以下，伫一礼拜拢用线顶上课，因为疫情是真热力，敢会提早休热，这嘛引起讨论。台北市的教育局是表示，这部分会搁观察埋讨论。慢慢这个议题就会出来了，所以要再观察了。最近再观察一下。现在目前小学有基本照顾我们也开了185班，有1334个学生就是送到学校来，因为都爸爸妈妈没办法照顾，我们还是做基本照顾。最麻烦的就是学校恢复上课以后的那些配套措施啊，有一个确诊，其他同学怎么处理的？一个确诊要停3天我的节期就是停上上，停上上，我觉得这也不是办法。台北市长关文哲因为伊去画到，所以爱点出来关7天。伊同款是透过视讯会议来处理公务，不过伊不时拢会唱片，看起来也够有镜头。台北市教育局伫今仔日报告的时，有表示有人建议爱提早休热。台北市长关文哲表示，即马念伊上课、念伊停课嘛，毋是办法。台北市会先想好配套，继续观察。来关心即马全国大部分的县市高中以下，一礼拜拢用线顶上课的，学校是停课的。不过，若是囡仔无人顾，嘛是会使甲囡仔送去学校。亲像伫婚礼馆，大约都有1成的囡仔，因为大人无闲，照常去学校读册。教室内只有2-3位学生，大部分都是因为家长爱工课，无法度伫厝线顶学习，等来学校进行实体课程。因为这礼拜有真侪县市学校实施远距离的线顶教学。阮有老师就表示，混成教学需要设计课程，自己来改作业嘛是一项挑战。他没有写，你在学校可以催他写，可是
线上作业就是你回家，他在家到底有没有写你不知道，所以你就要一直赖家长，或者是打电话给家长，跟他说，几点几分之前，请你赶快回传作业。双薪家庭就是妈妈没有办法在家里带2、3个孩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有隔代教养，就是阿公阿嬷没有办法白天没有办法照顾啦，没有办法协助这样，因为这个在家里线上教学其实还是需要家长的一些帮忙。以云林市的安定国小来讲，全校学生135位，这2天倒来学校进行实体课程大约20位，比如超过1成。对此，文管处教处就表示，若学生对硬体设备也是网络上有需求，都会当向学校提出申请。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小呢总共大概有1层3538位学生，国中呢也有951人占5%的这样子的比例可是也有可能小朋友上到一半突然就消失离线了，所以那离线之后还是就是要麻烦家长协助一下说看一下小朋友去到哪边，可不可以赶快回来上课。但某学校老师表示，有的课程要实施分身教学效果有限，比如体育课，目前只会当先看影片，等待囡仔转来学校后，再来实际操作。教处就表示，这段时间学校正常运作，到学校的囡仔会供应午餐，希望在防疫的规范下，让学生能当得到照顾。记者有报道。学校停课，也毋过法律是有规定讲，12岁以下的囡仔袂使互伊一个人踮厝内，所以真侪伫读国校的囡仔，也是读幼稚园的囡仔，家长若是有食头路，即马拢爱请假。今仔日就几内民进党的立委开记者会，因是认为讲，这就算有防疫照顾假，也毋过无薪水，所以因是呼吁行政院爱针对12岁以下停课的囡仔，互家长一寡补助。按照课表，伫咧线顶上课，23到27这礼拜，真侪县市高中以下学校改做线顶教学。23全国暂停实体课程的有到5801间学校。国小甲幼稚园就占要8成，毋过家长请防疫照顾假伫厝内照顾12岁以下囡仔，所拢无强制公司爱照常付薪水互因。今年要与病毒共存的这个政策下，分流或居家上班的情形真的是大大的减少。那对于这个孩童停课连带影响，又没有相关的补贴，家长要面临的困境真的是比去年严重非常的多。民进党的立委罗品瑜甲4位共党无共委员会立委做伙举行记者会指出，这阵接到真侪爸母拢咧食头路趁钱的家庭震惊，经济能力已经受到冲击，而且今年的疫情已经拖假超过去年3级警戒，要求卫福部、劳动部甲教育部同齐建议，敢会当互12岁以下停课的囡仔家长嘛得到防疫补偿。民众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工作。那我们可能就会启动，现在就是有一些社会救助相关的一些措施。我们会建议比较类同像去年的做法，是可能是从孩童面，而不是从受雇者的角度去思考，可能就比较尊重教育部的权责。立委认为无需要照去年1号领1万的家庭防疫补贴，不过至少互配合政府防疫的家长有得到平等照顾的感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天气，黄顺风方面，即马已经wat近台湾，一礼拜天气拢无啥稳定，会受风面甲西南季风的影响。气象局表示，对下晡开始，各地头拢爱细热短时间的强降雨，有可能会上大雨，要等到拜六礼拜风面往北，雨再开休。我们预估今天下午一直到星期三，西半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尤其提醒大家，今天傍晚或是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这一段时间，会有一阵比较大的雨势，会带来短延时的强降雨，北部地区也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因为方面即阵是停伫咱台湾，所以这礼拜天气拢无稳定，拜二到拜五雨拢会较粗。西半部、东北部拢有局部大雨，拜六礼拜雨才较停，剩中南部有雨尔。气象局是提醒讲，即几天对流发展会较旺，而且有可能会落强降雨、透强阵风，嘛会弹雷公，乡亲爱细致。镜头来立法院会知影进行监察院副院长人事同意权的投票。总统提名李鸿钧，尾仔伊是摕到99票同意，成做新的监察院副院长。另外，立法院下晡嘛要针对3个 NCC 的委员被提名人同意权投票，有个应该嘛是会通过。决议李鸿钧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
依法同意监察院第6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99票同意，2票反对，1票弃权。李鸿钧得到立法委员过半同意，要来担任监察院副院长。因为李鸿钧是总统提名，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发动加急动员消停，民众党团嘛表示支持。国民党团虽然是开放投票，不过大部分拢是投下同意票。时代力量党团是因为顶礼拜提名新仔的时阵，李鸿钧无愿意针对几啊项人权议题来表态，决定来投下反对票。 那我们也不认为说以他这样对这个人权议题的这个态度哈，他真的能够担当起这个为弱势者伸张权利的监察委员跟监察院副院长的责任。 立法院24号下晡8要针对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3名委员被提名人王金嘉、王义辉，还有陈忠秋、刑事同意权投票。国民党团还有民众党团拢对着 NCC 最近的表现有意见，拢讲未来立场投票。NCC 在陈亚祥主委主政底下，明明本来是一个独立机关，现在沦为民进党的附属单位，所以增加再多的委员也没有用。所以下午我们决议不进场投票，不贴他必书。其实我是很怀疑这个 NCC 这以后他是不是要开始来做这个言论的审查，然后再做这种认知作战的指挥中心吼。所以我们党团一致的决议是下午的这个投票，我们是不会进场投票，来表达我们对 NCC 委员这样子的一个抗议。 时代力量党团即期即马担任 NCC 主任秘书的陈忠秋，对着镜电视许可案的作为甲态度，所以对伊是投下反对票，敢若同意另外2名被提名人。不过有一个人数过半优势，民进党团也是加急动员，要来确保3名被提名人拢会当全数过关。记者张志阳、陈福如台北报道。 那国民党伫顶礼拜日向宣布讲，征调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去参选桃园市长，这是引起国民党内出现无共款的声音。桃园议长区一成阁放声讲替群组抗议。早起张善政自本是按算专工要去桃园市议会拜访，也毋过区一成讲伊咧主持会议无用，尾也是取消。 国民党中央顶日突然宣布，将行政院长张善政参选后届桃园市长，引起党内风暴。替群组抗议的中常委、市议会议长区一成，消息几啊天了后，离世出现主持市政组织选举庭，也拜托愿意继续支持国民党的里长也是留落来。 基层的一些那种里长啊，退党潮，你知道这件事吗？我要拜托那些里长继续留下来啊，为这个党来打拼。那你个人呢？我个人还是一样，没有做任何的改变。桃园市议会议长区一成讲，听到宣布征调张善政第一时间是真意外，也毋过提名市长候选人本来就是主席的权利，也表示以张善政的资历，伫目前遮尔侪候选人中，伊是上好的一位。第一场有释出善意啊，他也夸奖这个张院长，非常的优秀啊，然后也请不要退出国民党，一起来支持国民党是张院长。 这是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原本预定在1点拜访桃园市议会，煞临时法庭，讲双方取得联系了后，区一成表示，当日主持会议，将另外找时间见面。张善政今时起向拒绝国民党前立委陈学成认为，议长区一成已经释出善意啊，针对党内必顺的弥补，这是好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疫情影响百工百业，尤其观光业甲餐饮业，因为无生意拖拖。今日有业者出面呼吁政府爱扩大纾困，协助业者渡过难关。政府纾困，及时到位。疫情严重，影响上大是观光业甲餐饮业。国民党一早起联合业者开记者会，对中央决定会以进行出台纾困，高度关村的6亿8千万，会作为特色团体旅游。 每一团上悬补助2万，严过业者真无奈，因为即马民众拢无心情出去耍，进行对产业来讲无效，希望政府会当量早纾困。政府你一直在讲振兴，可是当客人没有心情出国的时候，振兴对我们观光产业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希望政府呢，对于我们观光产业继续支持我们这个4成新的一个补助。餐饮业者。 根本就是以借贷在度日，惨不忍睹。而政府的补助却是1年比1年的少。业者也提出5项呼吁，
希望中央应该做到纾困降优、降宽、降速的原则，协助渡过难关。若无因强尾无法度挡落去啊！伫即马世界各国拢开始解除国境的管制，旅游业也希望政府会当明确说明开放国门的条件，互业者会当知影事情，做好准备。能承接的都是一些国内的旅游，尤其是以离岛为主哦。那在这一波从今年4月开始，这个疫情比较严重以后，其实我们所承接的一些团体，在这个取消或者延期。我们初步的统计大概都有50%以上。伫最近，泰国、韩国拢宣布解除国境的管制，向事旅游按算伫下半年，台湾有机会让开放国门。不过因为机票、交通、住宿等成本增加，伫未来1年团体旅游的费用可能会起3成到5成。旅游业者讲，成本增加是必然的，面临着生存的难关，也是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提出有感的纾困方案。协助业者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2年，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览今仔日起过，从疫情爆发到今，已经有2档拢无举办实体展览。今年各办有成超过400间厂商来参加展览。AI 机器狗线上摆360度智能摄影机，四界咧行展动，扫描边的环境，3D 建构内部空间，还佫会当认版各种物件，侦测小的源头。未来关危险的厂区，买当透过机器狗入去内底来执行任务。是影像辨识的部分，像是人体的姿势侦测，然后当我们人员有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发现。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疫情爆发了后，已经让2年，搁再订会实体展，展出厂商新科技，会使讲是火力全开。除了讲 AI 的人工智慧，上界受到关心的就是电动机车的技术。台达电展示上新研发的电控系统，强调讲会当来降低消磨，还会当提升行车的公里数。这个充电器目前在台达里面，22个千瓦已经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大概只需要2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电池就充饱了，大概40%或50%。Computex 是对海内外来有超过400间的厂商来参展，已经偷偷惊出疫情的暗影。不二个厂商因嘛坦白讲，晶片荒还阁是无解，加上俄乌战事、中国防控这因素影响，产品的成本愈来愈高。基本上是跟晶圆代工厂比较有关系的。台积有说明年要再涨6%嘛，所以相对会有一些影响。大家都面临挑战，但是台湾我们是谨慎有信心。不二个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彭湘龙伊表示讲。资通信产业今年干扰因素真多，消费者迄边受到压抑，嘛出现排斥的效应。少数资通信产品下半年有可能会因为库存过多，部分的业者整体营收恐惊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严重，消防人员伫第一线救护的工作量嘛变真重，而且压力嘛真大，阁有去坏掉的风险。内政部参谋总部今日是签署消防人员职业安全卫生合作备忘录，要保护消防人员的安全。无论是在防抢救也是救护任务，这全部拢是消防人员的日常任务。尤其最近因为本土疫情拓开，也造成消防人员的工作量大大提升。救护出勤的量次大概一天3000多趟，全国对。那现在其实有1.2倍的成长，双北地区大概成长量可能最高会到1.5倍，甚至有接近2倍的趋势。另外一个沉重的压力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同仁确诊，那可能本来休假的同仁就要被招回来做工作的这一块。疫情期间的救护业务量提升，也造成各单位陆续出现人力障碍的状况，信心压力真大。先将我们的这些伙伴们先照顾好。先是要将消防人员照顾好，内政部消防署甲劳动部的劳安所职安署签订消防职业安全卫生合作备忘录，建构相关的管理计划，来全面检视消防机关的职安甲卫生防护。消防的弟兄同仁不适用职业安全卫生法，可是我们也乐意看到来建构一个我们消防机关职业安全及卫生的防护机制。美国 NFPA 1500的基础，结合台湾治安署跟劳安所的经验呢，找出台湾消防人员怎么避免职业安全的危害。勤修的部分呢，
我们的目标在年底之前呢，能够达到2班。如果说育有 PTSD， 可以自己提出这方面的申请，或者是透过消防局来提出申请。另外，基层反映有禽兽无平均的情况，消防署指出已经开始试办2班制。若讲无特别问题，有5年底会当全面实施。未来也将会一步一步增补消防人力，高调向每3年减少1天后勤量来进行。也阁有超勤津贴的补助上限，也会继续讨论看要安怎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目前人伫日本访问。伊伫记者会顶头，伊是表示，总讲中国侵犯台湾，美国用武力保护台湾，这是随引起国际上的关心甲讨论。那美国的白宫甲美国的国防部随澄清毛背回讲，美国的政策无改变。美国总统拜登伫咧美日峰会会后记者会讲，会用军事力量防卫台湾。虽然白宫澄清美国的政策无改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讲，一中政策无改变。不过，这已经是拜登任内第3遍伫咧重要场合就台海问题有这种讲法。外国媒体解读拜登的讲法，脱离战略模糊。日本媒体也讲，拜登的表态表示美国跨越战略模糊。国军会坚定保国卫民的决心。与美国在内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来持续的紧密合作，共同的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来维护台海跟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跟繁荣。国防部会讲，国军将会加美国在内定理念同款的国家，最近保卫台海，也有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中国2大强权对立对立，学者分析拜登挺台言论。是有一种改变球的意味，是想要警告中国唔通随便对台湾动武。不过，是不是代表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走向战略清晰？学者认为，拜登应该是属有被动式的回应两化情势，并无脱离战略模糊的情形。不过，确实有增加更加侪战略清楚的成分。我不觉得说有很明确的这种可能性，短期之内美国要完全把战略模糊给拿掉，包括像国务院、国防部应该就会相对应的讲法，这就叫做一个很明确的政策改变。但目前来说就是没有。外界也在咧观察拜登安尼先讲，是不是激化台海对立？不过李大中认为，中国应该是未有大动作，按照惯例，拢是发表声明回击美国，因为中国知影讲美国强化印太区域的行动，就是要对付中国。除非拜登主动出击，也个美国政府政策大改变，若无美国依然也是维持战略模糊，因为安尼先做，因处理台海争议时阵弹性会更加大。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 WHA 当地开会，咱台湾即届同款无受到邀请，无法度去参加。就连邀请台湾将做观察员的提案，尾也嘛无成立。咱外交部是表示不满，嘛表示遗憾，嘛批评中国坏爸爸。因过伫会议内底，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计共有10个国家发言的时，拢支持台湾。立陶宛头摆伫 WHA 公开发言，就是发表支持台湾的言论。Recommendation not to include a Taiwan-related proposal into the WHA agenda, I would like to make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Taiwan-related proposal has no legal foundation. 中国代表伫 WHA 2对2辩论上反对邀请台湾出席。佮较表示有90外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支持一中原则的立场。咱国友邦施瓦蒂尼代表发言反驳中国的讲法。These resolutions neither provide authorization for China to represent Taiwan in the UN system, nor state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最后会议主席也是宣布，无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A 的提案第2期庭。外交部感觉不满、遗憾，佮较批评中国霸凌的行为。也毋过几啊国继续发言挺台湾，尤其最近关系升悬的立陶宛，佮较是头一摆伫大会上明确表态。We call on you to invite Taiwan to participate as an observer at the WHA and increase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The U.S. deeply regrets that Taiwan, a critical partner contributing constructively to global health, has been excluded from attending the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Nous regrettons l'absence de Taïwan à cette 75e Assemblée mondiale de la santé.
咱国友邦土瓦鲁、巴拉圭、甲瓜地马拉拢有法言支持。另外，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洲、卢森堡等10国也拢有挺台湾的发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乌克兰首都议会法院23有做出判决，判今年1月俄罗斯阿边哥西西马林因为杀害无辜的老百姓犯下战争罪，伊被判无期徒刑。也毋过伊的律师是表示讲，伊爱遵守命令，伊是不得已故不忠的，所以也阁提出上诉。伫法定的强化部的箱内，是今年21岁俄罗斯军人西西马林，伊被控伫2月28，也就是入侵乌克兰第4天，向一名62岁的乌克兰平民头壳开枪，而且18已经伫法定认罪。西西马林23继续强化部里无表情的听法官的判决。Виходячи із зазначеного, суд ухвалив Шишимаріна Вадима Євгенійовича, 17.10.2000 року народження, визнати винуватим у вчиненні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опорушення, передбаченого частиною 2 статті 438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кодексу України, та призначити йому покарання у виді довічного позбавлення волі. 伊方判罚犯战争罪甲蓄意谋杀罪，也毋过西西马林的辩护律师表示，这是上严重的判决，讲感受到法庭面临社会压力，所以会提出上诉。Треба і це також враховувати. Окрім Шишимаріна, в авт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му засобі знаходились принаймні прапорщик, лейтенант, які обміняні, та й невідома особа, якої чомусь всі на той час підкорялися. Вам це не здається дивним?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дивним. 此外，一名俄罗斯双子日内瓦的资深外交官庞达瑞夫公开宣布辞职。伊发声明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予伊感觉见笑，也将目标对准俄国总统普京等高级官员，讲这场侵略战争那是对乌克兰人，也对俄罗斯人民上严重的犯罪。Ukraine is a pivotal moment because when there is no choice after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oice: is to leave, to quit. Yeah, the question is when and how and well, but it's not to quit or not to quit. That's not the question.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活3个月，不少国际知名连锁企业宣布退出俄国市场。伫俄罗斯经营25年的星巴克23也得咧彻底退出俄罗斯。佮发出简单的声明，表示伫俄罗斯的130间分店将结束营运，资遣约2000名员工。公司新闻郑慧珍编译。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停2档的世界经济论坛23伫瑞士开会。国际上即卖战事引起能源的危机，也有通货膨胀这问题，拢是即届论坛的焦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透过视讯呼吁各国继续用经济制裁俄罗斯。伊嘛强调讲，要结束这场战争，伊敢若接受甲普廷本人谈判。离当了2年了，世界经济论坛 WEF 23重新转到瑞士东部的城镇达沃斯举行。今日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着要争取更加大的国际支持，所以乌克兰派出大批的代表团参加。Can I ask all our participants from Ukraine to stand up and to give them a special welcome? 包括伫咧战争中受到正严重损害乌克兰城市马利坡加布查的市长，今日拢来参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咧23也透过视讯谈话强调，世界正因为俄国入侵乌克兰正列转变点，国际社会袂当搁再等后一场入侵的战争发生，就要对俄罗斯实施上大限度的经济制裁。同时，伫咧俄乌战争24就要满3个月的时阵。泽伦斯基也讲，要结束这场战争，伊即刻来甲俄罗斯总统普廷面对面谈判。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окрі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і якщо тільки в тому випадку, якщо питання 因为俄国入侵乌克兰，引起国际能源价格大起，也引起真侪国家通膨的压力。欧盟即马准备要摆脱对俄国石油加天然气依靠的计划。不过，在面对着欧盟的成员内部无同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就点名匈牙利，就要甲欧盟配合禁止进口俄国的石油。因为国际能源总署23伫咧论坛强调，应该就由俄乌战争提升包括对核能等再生能源的研发。
But again, renewables and, in my view, nuclear power, they are all part of the solution. We are not. I want to make it clear. We are not. We don't have only the choices of fossil fuels to answer this problem. 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乔治爱华讲，因为物价大起，所以2022年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件困难的一年。虽然世界主要经济体未安尼生就衰退，但过也无排除这个可能性。因那参加会议的联合国代表是强调，俄乌战争造成乌克兰粮食出口受到限制，所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正在咧慢慢的扩大。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创立22档的台湾首府大学决定要停办，这是引起外界质疑，嘛引起学校内底老师甲学生不满。早起大约有200学生站出来陈情，要求爱互因读到毕业。校长有出面接受定真书，嘛表示会甲诉求讲予董事会知。原校毕业，原校毕业，拒绝斩首，拒绝斩首。邮报调化考核，大约200名台湾首府大学学生徛伫校门口，要甲学生的诉求大声喊予学校听。在学校没有真正的停班计划之前呢，学校的校务运作是要正常行驶的。那因为在昨天，同学们应该要开始正式选课，但是选课的系统一直让同学进不去，所以导致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学校都不让我们选课，那我们该怎么办？就只有跟我们讲说，他们要停班，但是对我们的承诺那些就是没有拿出相对的证据或者是证明来让我们就是做到协调这个动作。同学就是坚持原校毕业。尤其是外籍学生，烦恼学校若准停办，都会互遣送回去因的国家。因为我们的居留证是有学校的名字还有学校的地址，如果一旦首府大学停办了，那我们的居留证怎么办呢？我们只有10天在这里而已。创办22档的台湾首府大学，雄雄讲要停办，若是外界校内思想也拢错一条。学生组自救会伫校内游行抗议，要求伫校内读册，嘛伫校内毕业。落尾校长嘛出面接定情书。大家的心声，大家的诉求，我都接受，我已经接受了哈。那么我也会把陈情书呢，尽快的转达给董事会。学校嘛连续2天透过校长张淑忠发公开的批信给师生，表示会替学生甲教育部争取伫校内上课、北京学校毕业的做法。不过学生认为学校应该注重学生的想法，嘛要求爱搁再对话，先听学生的诉求，才做决定。未来嘛爱正式发公文或者是书面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东县海端乡的武乐部落有关住民今日早起是去监察院的门口陈情，因是咧抗议有几间电信公司伫部落内底设基地台，危害当地人的健康。因是表示讲，因部落是无够300个人，也毋过至今已经有30来人抵癌过往。因希望监察院会当主持公道，介入调查。抓到海我家园安居的抗议牌下，唱着部落族的战歌。早起台东县海端乡武乐部落的居民加教会牧师到监察院门口抗议几多间电信公司伫部落设基地台，造成当地居民健康长期受影响。将我们那被屠杀的祖林地被盖基地台，一直到现在，甚至我晚上睡眠都暂缓不入睡。然后公家机关就像弄一个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高辐射的这个电塔其实是对我们原住民的健康、我们基本的生存权有这么大的危害。部落的居民讲，电信公司利用原住民保留地设基地台，因为是做长途中继转播，发射功率正强，经过测量所发出来电磁波比一般的基地台高20倍。而且用地取得的过程，自一开始就欺骗使用范围甲用途。除了原地主的权益被侵害，也因为基地台的存在，才到这么20年，无到300人的部落，就已经有36个人得到癌症过身。而这么还有20几位族人当边伫咧治疗。过去从来没有，但基地台设立后，就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病例，还有20多位的族人因此而重病，这样的一个
案件、非原住民的游戏规则、治理的一些程序上面，该如何来删除？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利益在那里边。部落居民强调，经过调查相关的资料发现，自暗地分割、看到转移、抛弃盗销、地无变更、更无执照的合法出租、续租，拢无依法行政。昨晚这个基地台的租约，7月17就要到期。为了要维护后代子孙的健康，到检察院递交定情书，希望调查违法，将基地台刷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特赦组织是表示，2021年计共有18国家执行上无有579件死刑，比去年有加2成，其中伊朗加上侪。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的全球死刑报告指出，全球死刑执行数量受疫情影响一度减少，离2020来到新低点。不过，2021年对着疫情限制措施放宽，或者是司法定时恢复，全球死刑执行数量离2021来到579件，比前一年增加20%。死刑判决新增加2052件，增加40%，其中伊朗所占的比例上悬，至少处决314人。Particularly for executions of people convicted of drug-related. 国际特赦组织嘛指出，伊朗以死刑来对付少数的民族。缅甸是以戒严法对示威者来判处死刑。台湾伫去年并无执行死刑，但新增加2件死刑的判决。最近去看2个死刑犯的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指出，死刑有可能是错误的判决，认为正当性的安尼来受到动摇。死刑案件确实有可能会判错，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是人死不能复生嘛？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这么多错误的时候，死刑的正当性，就彻底的被动摇了嘛。国际特赦组织追踪发现，2021年全球执行死刑是10年以来的第2低点，无未少国家拍算或者是直接废死，包括西亚山共和国国会通过废死的法案，哈萨克总统签署废死法案，于今年1月生效。美国维吉尼亚州成为全美第23州废除死刑，是南方各州当中率先废死的。记者吴家宝台北报道。国际上二级的保育鸟仔类海燕啊，去年有出现伫宜兰南澳溪的出海口，官方嘛，甲这个所在为做探种地，而且有保育职工轮流咧顾。严格顶一啊，发现有民众为着钓鱼啊，赛车硬驶入去，而且佫告破鸟仔卵。叫你走，你还随走啊？搁等呢？你头唔免了解，头前遐拍遐尔安怎？迄两日甲狗死规个。巡护员一直苦劝钓客离开煞无效，也发现钓客车辆弄入保护区了后，也告破未少海燕的卵。有一寡鸟仔受的卵经过标示记录了后煞无还，互南澳乡南澳溪出海口的海燕巡护职工真烦恼，会对海燕的保育造成冲击。那如果是这样子持续下去的话，可能这个保育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困难。对过去20公尺，我看到往南走20公尺，往南20公尺，那边有。大量钓客弄伫海燕的保护区，搞出未少太阳云。海燕的卵就安尼，互车辆交过去，互职工是受气佮伤心。这会当一直顺护加苦劝，也甲钓客讲其他会当钓鱼的所在，希望会当互钓客莫迫害海燕的栖地。拄着唔听苦劝的，这会当请警方甲海巡协助。不管是说它的栖地啦，或者是它的那个就个体或者是软部分有受到损坏的话，其实我们依照野动法的话会。有5年以下有期徒刑跟并科100万以上的罚金。国际二级保育鸟类海燕啊，分布伫中国大陆东北甲华南、日本、菲律宾到澳洲等地。当年4到8月会飞来台湾繁殖。宜兰的溪流出海口也是因的发殖地。官府讲钓客行为恐惊触犯野生动物保护法。经过搜证详细，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罚金100万。记者综合报道。那红叫做是海中玫瑰的好包药，一年敢若会大1公分尔，因为现在互偷挖数量嘛愈来愈少。国际上即马已经列做保育类的。台东县伫2当前有伫金溪区放100多粒，尾也有86粒挖落来啊！即马上大粒的已经有30公分。
海水退了后，野放伫台东富山保护区区的车区杯，也就是五鸟杯，因是东华故事内底美人鱼的厝。这个车区杯嘛是环境的指标物种，不过即么警方掠真侪，数量愈来愈少，国际间已经把这个车区杯甲列去保育。即马国内敢若有朋友，还有台东县用保育区的概念，好受到志工甲渔业法的保护。每一个地方也希望可以做这一个动作啦，只是说我们这里可能就是提早发现吧。台东县政府近2年来，煞咧甲澎湖水试所合作，拢总野放101粒车区杯，有86粒拢是活的，上界大粒有30公分，而且还有发现到其他野生的品种。富山里面的砗磲贝的种类其实大概有3种，一种是诺亚砗磲，一种是圆砗磲。那最近还有发现一些小型的磷砗磲。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富山的范围里面，其实都有陆续发现一些令我们意想不到的物种。海洋委员会最近嘛预告要甲7种的车区杯甲列做是真稀有的海洋保育动物。台东富山护渔区发现的种类拢有上榜。县政府顶礼拜嘛已经做好护渔区内底垃圾水处理槽，安尼对因成长有帮助。县府呼吁讲，伫护渔区内底禁止掠这野生动植物，若是掠到，会当照渔业法加罚15万块；若是保育类的，还佫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上界关100万。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即马是正在推设共用公园，就是老人囡仔拢通耍。伫高树乡即马有一搭公园的游乐场，毋但囡仔会使来佚佗，老大人嘛会使来做运动，而且是以森林做主题，也是一座户外活教室。游戏场挂牌迄一天，囡仔上欢喜也上期待。伫屏东高树国小内面的游戏场，以森林工商客做主题，打造一个伫树林内挺好佚佗的游戏场。很好玩，因为之前这里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游乐器材，然后呢也没有这么好玩。屏东县政府推动共用公园了后，受到民众肯定。公园要设进前有邀请家长在地居民来表达意见甲想法，佮透过文件收集、安全法规等等规划，由设计团队及头脑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游戏场。那囡仔通去耍，连到大人也当行踏出运动，假日时也要对外开放。屏东一乡镇一特色的共同游具公园，做了几个共同公园之后，让得到很多的回响，因应在地的地形地貌，创造不一样的游具，每一件都不是复制，而且都是量身定做。县政府毋但利用空间打造一个新型游戏场，也希望伫树脚活动会当增加，特别甲教室搬到户外做一个心灵小学堂，互学习的空间无限伫咧教室内面，开阔环境，拍开学生创意，互因有无同款的思考空间。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国姓乡农会有举办咖啡的食农教育，教民众来体验安怎磨咖啡豆啊，安怎冲咖啡，而且佫安排导览员小解种咖啡的过程。今日南投国姓乡的咖啡园，会使看到规山片的咖啡树，也个热情的导览员伫咧介绍咖啡豆的生长环境。这是国姓乡农会举办的食农教育活动，互民众直接来产地体验在地咖啡生态。咖啡国小度有一个名称叫酒鬼，因为为什么他会来吃咖啡？咖啡会发酵，会有发酵的味道，带酒味，所以他闻到酒精的时候，他以为是果实，所以被晕倒了，掉到水里面死掉。除了咖啡的制作过程，导览员嘛介绍国姓乡的三级古迹紫米桥，互民众唔但了解咖啡产业，嘛会当顺线入捌当地历史文化。另外，主办单位嘛规划磨咖啡豆、冲咖啡的活动，互大家会使体会其中的趣味。其实我平常就有在手冲咖啡啦，对，那来到这边可以知道说，原来台湾的南投的国姓乡的咖啡是这么的顶级，然后台湾自己有产这么好的咖啡，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借由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的国内的国人更了解咖啡它整个的过程，还有它怎么咖啡怎么样的一个品鉴品味，这个都有一个比较完备的一个体验过程。透过食农教育，唔但会使提悬国产咖啡的知名度，更加互民众体验到咖啡为树头到倒顶的过程，帮助大家对咖啡产业袂过兴奋。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3款，来关心各地头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6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